伫咧新竹的内湾老街街仔顶有一间老戏院，早期是当地炒茶佮做涂炭工人上爱去的所在，却因为时代变迁，进也坑得远。为着要互民众甲戏园闹热气氛找倒转来，17这天也会伫遮放电影，陪民众做伙行入去内湾的文化历史。 来过台湾的游客可能知影这间老戏院，英国上兴的时，戏院逐工满座。不过时代改变，民国70年戏院收起来了后，别放远20多栋，后来厝主重新修整，老戏院再个碰到新的出路。那时候真的是天天客满啊！他开始的时候是演客家采茶戏啊、三角戏啊，然后最后后来呢变成歌舞团啊、魔术啊、杂耍团，一直到后来在民国60几年成为一个桃竹苗唯一的牛肉场。 台湾的往日风情，别在过去真正电影内底出现，亲像踮在河畔青草青、春秋地势、倒上、乌皮甲白叶等等，拢捌在遮取景。即摆台湾电影文化节，卖在17号迄天片场放映。到内湾当天呢，你游一游的时候，晚上看了黑皮与白牙，再来对照我们这个。 以前内湾大概50年前的场景到底是长怎么样？你会有一种这个历史的进到历史的感觉哦。内湾早期的发迹，不管是它以前的煤矿、木材、伐木等等，这些都是从我们的早期的文化开始，然后到后面整个内湾的发展的部分，其实充满了很多电影场景的一个拍摄。这摆乡公所希望透过电影怀旧，结合老中青3代人的共同记忆。 游客也通好进一步了解台湾的文化历史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